看东西吃起来人居居嘛，这个有节头的嘞啊，背的这个啊，吃力不讨好了，王胖双年糕。哎，我到个句话语啊，阿拉队跟着同你来玩玩呢，搿句行子话有个意思。吃力不讨好，王胖双年糕，其实大家不陌生的。来到我们凤凰行这话个小说片里向，曾经提到过搿句话语，啥意思呢？就一个人啦，费了没牢牢个力道，花了没牢牢个力气做事体，结果啊，或许得不到人家一点点认可，不到人家一点点个好了，你得说是力道白费。那比如说，阿拉再举个例子呢，有这个毛杰女婿跑到丈母娘个里去，毛杰不是个这个毛的脚，就是没正式进门的。搿种女婿呢，称为叫毛杰女婿。哎呦，搿种毛杰女婿一般是来这个巴结嘞，有空没空说到丈母娘搿里去，帮他呢那菜么买买，饭么烧烧，走儿来呢麻将么这个炒两副，怎么呢？地板拖拖了，地扫扫，结果弄到一身来了。丈母娘说的嘞，哦，你不要讨我好的啊，马屁拍拍没用的，我了也不说的，关键是看我们女儿吃的那个，搿就是那个。弄得来这个毛杰女婿啦，要当场昏倒，结果就是吃力不讨好，王胖双年糕。这说这个字儿啊，这人说皮皮塌塌啥意思呢？是指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不是冇振作，有点萎靡不振、温饥多腿，他就叫皮皮塌塌。如果说的一个小伙子刚刚来上班，就吊儿郎当，不好好叫做啊，一天到晚是好像是各种百姓的啊，蒙克冲兮兮，旁边老同志就会拍拍他肩膀，叫他小伙子，你不好再干这个皮皮塌塌的啊，做生活要上点心啊。这个叫跑题，跑题就是说过话语不说实，说过话语好比是一口气哈过的人啊。往天高头跑上去的嘞，那说过的，这个就叫跑题，这个是不负责任的人，而说到做到的人呢，就做人没老顶板嘞啊。所以说，那杭州生活，你要是10几年生活下来，跑题两个字啦不晓得，这个的确实是让人一下子难以接受、难以理解的啊。这个么起来的，做人不能做跑题呀。这多马照我们。说到了一个字儿，按这话当中的速度，我们来说说。什么叫速度呢？速度啊，那你听听这两个字儿的发音，速度，这个就感觉不大落位的嘞。说你一起，读你一起，读你一起，说你一起，这个感觉就是啥气呢？就是来动输了你，责备你，来骂你，而且呢，个话语说出来呢，蛮琐碎的啊。嘟，好比是那在牛皮儿一样啦，嘟，连续不断的说你都是说了你啊，蛮难过的地方的，你一桩事体没做好，那么你我叫他做好就可以的，嘟，这个弄到最的，你如果说的是不过是老公说的，老婆说的，老公或者是家长说的伢儿，辰光长的嘞，肯定要有逆反心，特别伢儿来种。13、14岁、15岁的辰光，他们的逆反心理特别强，更需要找到沟通的技巧跟方法。是了，石头给哪个来的啊？我们来说说石头给哪。这石头给哪看上去这个字儿啊，这个一个直了，一个给了个黄兮兮的啊。石头给哪其实它所表达的这个意思，不仅仅说的是哦，做啥个人黄兮兮哦。推推摸摸个样子不是的，有一种是呢，你说的如果不能光明正大来个事体，他还是会用这个字儿实在给那的。所以说生活当中呢，你如果要正常做到大大方方的来，不实在给那呢，这个确实也要遵守相关规定，也要做到内心坦荡啊。有一句话又叫莫得斗骨真龙，我们倒要来说说它来。这个叫莫得斗骨真龙呢，可是杭州人的一句俏皮话语。莫得你做得来再漂亮，再是个精致，或者再是个斗，你发了再好，你哪怕让地心大师王仁孝来做，这不可能是斗骨真龙的。莫得嘛总是个莫得咯，他有莫得个样子咯。如果是莫得能够斗骨真龙呢，这就
不讲规的嘞，不讲理的嘞，感觉让人看不懂的嘞，让人看不懂的事体啊，这人就耶，这个是哪是摸得头骨整容来懂的嘞？哈，就好比是故事当中唱的，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个世界变化快了。刚刚我们新闻里的说到一个桥字，今朝我们就来说说杭州话里的这个桥。这个桥字啊，普通话里说起来实际上是漂亮。比方说乔家人，我们杭州话这个桥，你就这个东西哦，你弄不着就没老巧嘞。比方说这个演唱会的门票，哦哟，老早去买，结果买巧老早没的嘞。这个水果毛好人去买没有的嘞。这个工作的这位置哦，应聘的人多，你都来弄不着，这个还叫巧。不过这个巧呢，就是说明紧张，供不应求。有一种巧，所以这个姑娘儿巧咚咚，可是我她说她漂亮。不过这个巧呢不好巧骨头，巧骨头就叫摆巧照的。两个小丫儿嘴巴翘起，两个女人家慢慢走，两个男人家来摆谱，这个巧照摆起来就两样了。杭州话语啊，去到外就这个唐装堂堂了，外头这个坑蒙拐骗的事情走走啊，想想都真的不大好意思了啊。哎，那我到唐庄啊，跟着阿拉对同你说说杭州话语这个唐庄的意思。两个字我们看到的了，叫唐庄。那么这个唐庄是啥意思呢？就是说到不做正经事体、游手好闲的这种人啦，叫唐庄。那么个唐庄两个字这个来的呢？那打个比方说，龙堂开啊，隔壁呢有人来同打老开，那么这个人啊立了他们后头啊，这个开这个姿势滑稽了好弄脚趾个这个说说。那么过些呢跑到龙堂个拉水。有人来动再强气，他一跑过去的来啊，这个指指点点的指点江山。那么这个人啊，唐到这里唐到拉塞，动打庄卡这个打来动，顾名思义叫做唐庄。那么说到以色列唐庄这个语音啊，有点变化的嘞。我们现在杭州人说起来不叫唐庄，叫唐庄。其实唐庄啊，都是一桩事体。过了更加精彩呢啊！这说到规划，我们想到一个规划事务的说法，但我同妈说。武大不打规划，不好叫他规划师啊！武大不是搞谁？这真正的规划事务啥意思呢？这个规划事务啊，这人看到规划是不稀奇的。这规划事务他应用的是那些初出茅庐的、本事不多的这个家固的这套事务，叫规划事务。那么规划事务为啥说的是为了应用这套人呢？那个规划好派用，那个地方蛮多的啦。你说走咱们规划上，跑北咱们只把规划叫规划啥的嘞？少光鱼呢别，这个把规划叫规划鱼。那这如果说的少点肉泥，做点啥新鲜，把规划出来动，这哪来的都香喷喷的？但这个都是做的表面文章哎，你真那东西要烧了好。事体要做了道门，你个做明那个只把规划，弄不来的啊！任何东西要做精细，不是说的是这个表面高的这个腾过，那么结果你真正的老师傅了。如果说的是规划师傅，这身上就是家娘规范不靠实的啦啊！说到多毛这个是王当，我们就来说说这句杭州话当中的王当。这个王当啦，简单的说，就是一只水糠，一个不当心就要脑筋戏，或者说吹之为跌进去。但是它有一个引申的意义，就是说的是闹着人家个眼睛的，进入人家个圈套的，所以引申出来一句话，也叫“人生何处不王当，隆隆一道斗鸡旁”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王当任何人都会闹，不过是说的是再聪明的人，一个不当心也会脑筋戏的。有句话叫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”。其实这句话也有逻辑错误的。那这个逻辑错误，人不是圣贤，这个人没过错呢。那么再说来说，圣贤就没过错的了，不是的。哪怕圣贤，他还有考虑不到的地方。所以说，有王当不要怕，关键是要把它出来。